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5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约伯记38章22节到38节，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应许。虽然圣经记载悲剧人物约伯是一位义人，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当他遇难之后，却用了非常久的时间，非常大的篇幅来与朋友们争辩，来争论如果有上帝的话。让我们不禁想要再回到第1章的记载去思考，约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他的义到底是什么样的义，或者是更清楚的思考约伯是否真正的认识他所敬拜的上帝，明白上帝的旨意。很明显的，约伯并不是真正的认识上帝，就如同路加福音15章耶稣基督浪子比喻中的长子一样，虽然他尽了各样的义为父亲做工，却不明白父亲上帝的心意。约伯记38章22节到38节，上帝继续的挑战、抱怨、埋怨上帝的约伯。上帝说：“你进过血库，或是见过刨仓吗？我储藏了这些，好在降灾和战争之日使用。你到过太阳出来的地方，或到过东风吹出来的地方吗？谁为大雨挖掘水道？谁为雷电开辟路线？谁降雨在无人居住的地方，在人烟绝迹的荒野？谁浇灌了干旱之地，使土地长出青草？鱼有父亲吗？露珠是谁生的呢？谁是冰的母亲？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？谁使水像石头一样坚硬，使海面凝结成冰？你能把昂星系在一起吗？你能解开参星的带吗？你能按季节领导群星吗？你能引领大小北斗星吗？你晓得天体移动的定律吗？你能够决定地上的自然法则吗？你能向云彩发号施令吗？你能使大雨倾盆下降吗？如果你向闪电发出命令，它会到你的面前说随时效劳吗？谁告诉你注入鸟尼罗河几时水涨？谁通知雄鸡何时下雨？谁有智慧去数算云朵？谁能够倾倒云朵使雨水降下？谁使土壤凝固成为土块？谁使泥土紧紧的粘结？是否我们曾经如同约伯一样，在遇见苦难之后就忘记了上帝的应许、圣灵的同在，而将我们的眼目放在所遇见的这些苦难当中来埋怨起上帝呢？基督徒应当要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，都要跟随上帝的脚踪，要能够遵守上帝的诫命。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，向所有的跟随者说了这样的一个预言。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17节，耶稣基督说：“你们若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祈求父亲，他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慰助者，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他就是真理的灵，世人不接受他，因为他们看不到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但是你们认识他，因为他在你们的生命里，常与你们同在。”上帝应许以马内利，
耶稣基督应许不撇下跟随他的人，并且应许赐下圣灵保惠师与世人同在。圣灵的降临代表了基督时刻的同在，也代表了耶稣基督永远同在的应许。诗篇第8篇，上主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，颂赞你的声音上达诸天。婴儿和幼童一起歌唱，我建造巩固的堡垒，防备敌人。你阻止仇敌对你的攻击，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，观看你陈设的月亮星辰。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必朽的人算什么？你竟关怀他。然而你造他仅低于你自己，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。你让他管理所有的被造物，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。牛、羊、荒野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、江河的鱼类、海洋的生物，都归他管辖。上主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，并且应许与我们同在。求主帮助我们坚定的信靠，尽心的持守上帝的诫命，领受圣灵的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